恭喜晒，恭喜晒！盛智苑準備收樓啦。盛智苑分兩座，盛雅閣同盛朗閣。諗點裝修設計未呢？揾我哋 Stars 設計公司準沒錯。設計、裝修、家具一條龍服務。依家就帶大家睇一睇我哋既裝修單位實景實拍，無花無假。我哋公司專注人性化設計，由規劃到完工，每個細節都諗到足，確保你住得舒適又放心。呢度係入門一排收納櫃，鏡頭轉過來，一齊來睇睇我哋記廚房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留返一個位置做嵌入式洗衣機，做晒吊櫃，收納力大大提升。所有廚具可以放得整整齊齊。廚房隔籬就係洗手間，呢度做咗弧形乾濕分離，線條流暢之餘，涼鈎同洗手區完全分隔，保持乾爽。鏡櫃同地櫃既收納空間充足，洗手間細細間，但一啲都唔覺促，仲好有設計感。出返嚟，我哋而家向隔斷房行過去。呢間房用咗玻璃門做間隔，好處係可以保留走廊同大廳嘅自然光，日頭唔使開燈都夠光猛。同時玻璃門令空間感更通透，完全冇壓迫感。入到房入面，右邊係一張書桌連埋衣櫃嘅組合。呢個設計將工作鈎同儲物區結合埋一齊，溫書辦公同收納衣物一剔過，非常適合香港嘅蝸居環境，將空間用到最盡。跟住我哋去另一個房間睇睇，呢度同樣以實用為主，設計簡潔利落，預留咗足夠嘅活動空間，無論做睡房、書房定係雜物房，都可以靈活配合你嘅需要。出返嚟大廳，再環繞半圈望多次。成個單位由入門到房間，每一處都將空間發揮到極致，實用之餘又溫馨得嚟，好有個人風格。